就要进行第三位分享者。第三位分享者呢，就是咱的台东台语社的创办人之一的阿英啦吼，因就是即摆是伫交通大学咧读土木系，伊就是有创一台语推广的口号叫做火金菇吼，相信大家拢差不多拢知影。伊伫今年的暑假休假的时阵去顾问公司咧实习，伊要来甲咱大家来分享伊实习的过程，也是伊的感想安尼。好，安尼说来时间就交互阿英。大家好，我即摆来分享画面。安尼有看到无？有哦有哦。即摆你爱甲放大。敢有法度放大？好，安尼会使。安尼敢有看到？有 ，OK。看会到哦。OK。有看到。有啊，安尼敢有？有看到啊。我今仔日，我要来甲大家分享我今年休热去实习的过程。有哈，阮兜关掉，安尼毋知有较好无？有好，安尼会使。好，安尼我就开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莹，我即摆伫阳明交通大学土木学系咧读册，即摆是大学4年啊，即摆差不多22岁。今仔日足欢喜的，咱4位分享者拢是22岁、23岁，安尼。好，我嘛有咧修中等教育学程，我的兴趣是分享本土语言也有文化。好，我想要问大家，就是大家敢知影土木工程学系到底咧创啥？大家有听到无？咧做木工遐。设计吗？其实有的人有的人拢感觉讲恁足够画图的啦，就是伫遐咧画，伫遐凹图啊。有的人就是拢安尼想，毋过其实土木工程是伊的英语是叫做 civil engineering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就是不管你若拄着你的人生，拢会甲土木有关系，伊就是一人生的工程。伫阮学校有分做这五种，就是测量组、结构组，还有水利组、大地组、营建管理组这五组。主要就是我举一段例啦，就是有咧起厝啊，还是咧设计水库啊，还是讲这饮水的系统啊，还有这个土石流，还有地质的调查，这种的拢有。所以其实土木是包山包海的，毋是干那咧凹土，还是做迄种木工尔。好。我来甲大家分享我今年休热是有问题无？有人有问题无？好无？你会写真心电台？我来分享是灯晓。无啦，是听起来翕片，那是电台。有一个滤镜。来，我今日讲阮兜遮最近信号较无好啦。好。再来，我来分享我来实习的一寡资讯，就是我去的所在是土木工程技术顾问股份有限公司，足长的。我是今年休热去实习的，为7月初1到8月31，总共2个月。上班的时间就是逐礼拜的拜五。
拜一到拜五，逐工8点到下昼5点，就是甲一般上班的人同款。啊，我这实习是甲阮这个学系有配合的公司，就是我去报名阮学系的校外实习，所以等于讲是我去修阮学校的这个工程实习的课，啊去报名，才去甲阮学校有配合的公司去实习，安尼。啊是安怎我想要去实习？就是我想要知影讲土木业到底是咧做啥物，我想要了解讲即种顾问公司到底是咧做啥，啊，还佫有我若伫内底上班爱做啥物代志。因为我想讲，就是我进前拢是伫大学咧上课，较无即种机会会当长期伫土木业内底咧上班，所以我就想要去实习看卖仔咧，还佫有。就是我想要体验迄种透早8点上班，下昼5点下班的生活。啊，还佫有就是因为今年差不多就是我计划我未来研究所到底要读啥，所以我想讲安尼我先来实习看卖仔咧，看即条路敢是我想要行的路。好。啊，过来就是我想要甲大家分享讲，到底啥物是顾问公司？啊，即个概念是我最近2个月学到的，啊，我嘛无一定讲，就是无一定是真正确啦。啊，毋过我会使先甲大家分享讲，我即2个月到底看到的，我感觉到的，我感觉应该是安尼，就是阮顾问公司顶悬有一个业主，就是。业主就是公家的机关啊，还是学校，即叫做业主。啊，伊若是有当时需要做一寡工程，比如讲，伊想要去起高速公路啊，还是讲你学校有可能因的学寮啊，还是啥物啊，就是真旧啊，想要起一个新的，还是讲惊讲因学校真旧，惊伊大地震来的时阵。有代志，所以因就会想要找人来甲因遮的，就是工程会使去做一寡建议，还是讲去设计。所以顾问公司的功能就是去甲即个业主去斗做遮的代志。啊，所以阮顾问公司就是会去看讲有倒一个业主要来招标，啊，阮会去投标。所以像阮。公司就是主要就是咧做服务建议书，还佫有做监督安尼。好，啊，我要来分享我即2个月咧实习啥物？主要就是咧实习空协建模组，还佫有县市政府土楼体化，就是土壤异化。啊，即个土楼体化，即个是我头拄仔翻译的。啊，若是毋好，大家等下会使佫甲我讲，啊，看有啥物新的会使来提出建议。反正就是我咧做的，就是主要就是即2项。好，啊，我咧实习的时阵有分做内业甲外业。内业主要就是咧用软体，还佫有分析一寡物件，还佫有做文书的处理。啊，外业是主要就是爱去看阮的工程的所在，啊，要去量一寡坐标，还佫有高程，还佫有量地下水位，安尼。好，头一个我想要来分享的是空协建模组，主要就是阮咧空协嘛，一定爱有机器，即个无人机。我主要接触的是即2种，一种倒边的即种是较细台的，其实伊足俗的，伊差不多16000尔，就有法度翕出足水的相片嘛，会使就是飞甲足悬的，差不多120
公笑，正边即台就是较贵诶，嘛是阮公司主要咧使用伫工程、用伫建模诶机器。对。我本来嘛是袂晓操作遮个机器，毋过因就想讲，迄台可能就是较简单迄台会使互我练习看卖啊咧，所以我就用即个机器来翕我家己，正边就是用即个空翕机翕我家己，倒边即个就是迄个机器飞伫空中诶相片安尼。刷落来就是阮爱去外口让迄个所在做标，就是阮会去迄个所在用迄个圆圆的迄个天线去让做标。迄当阵阮是透早7点出发到台南去，让规工诶，才搁转来阮公司安尼。另外，我有另外一个工程是要清积沙的工程，阮就爱去做让就是路上的高程，还阁有海内底，就是因为爱清即个积沙嘛，所以阮就爱伫海内底驶船出去，去让海有热深，所以这个工课是足麻烦嘛，足费气，足搞工的啦。过来就是我伫公司内底咧做的代志，主要就是用这个Pix4D Mapper 来做，就是因为阮去外口会翕物件，就是翕相片转来嘛，差不多一届可能拢1-2千张，才搁甲翕1-2千张，甲做一个立体的图，所以恁即摆看到的这个图其实是立体的，恁若甲伊放大，就会当看到迄一栋一栋的老厝，还阁有树还阁有田拢看甲足清楚的。过来就是另外一个案件，就是涂流体化的冰膏，就是阮主要就是要甲业主到做即个冰膏，因为你有看到遮，大家有看到啊？即摆有看到无？我今日等下大家拢无看见。好，大家有看到无？我毋知影大家对家己的厝的涂楼体化有一寡概念无？会惊伊讲恁兜会发生即种代志无？你若是会惊恁兜会发生即种代志，你会使去我遮有放一个QR code， 大家会使用手机去扫入去，就会使看到讲会使去查恁兜到底是会发生即种情形无？恁看就是西边即边西边即边有一寡所在是还未做遮的冰膏的，所以有像桃园新竹苗栗嘉南遮的，就是最近因县市政府想要叫一寡顾问公司来做遮的冰膏，所以阮公司就是有标着一个县市来做冰膏，所以我就甲阮公司内底人斗做即件代志，对，好，过来。要做冰膏的时阵，其实爱正空落涂骹，像正边才有一个空，这个空其实伫涂骹有30米深。阮爱去，就是逐个月拢爱去这个所在去让这个地下水深。用的就是这个地下水，这个水球啦，就是甲这个水球放入这个缸内底，放就是去看地下水有偌深。我毋知影有人闻过地下水的味无？就是迄个地下水的味，
少臭诶，我感觉是迄种足臭臭诶味。啊，就是这是我今年才知影诶代志。我本来拢想讲哦，地下水可能真清气，啊，反水过会使摕来啉。哦，无诶，迄足臭诶，大家毋好凊彩去闻去闻。啊，上尾我就是想要来甲大家分享讲我即2个月诶一寡感想。就是我感觉透早8点上班，下昼5点下班，是一件足忝诶代志。啊，我毋知影即摆大家上班诶人，哪会拢有法度，就是几啊年、成10年拢咧透早8点上班，下昼5点下班，做即件代志，我感觉足佩服诶。好，过来就是我知影讲。我以后若是要去即种顾问公司上班，我爱加学一寡软体，因为你若是会晓遮个软体，其实咪就免叫人一直爱甲你教，啊，就是你会使做案件就做较紧，啊，过来就是我感觉，伫学校学到的，真正是有路用的，就是阮学校有学一寡。就是老师是会教一寡软体的，啊，我感觉遐真正是爱认真甲学起来，是真正伫以后你要上班的时阵一定用会着的。啊，过来就是你若有考过技术，敢安尼讲，有人会使补充无？技术是。技术。嘿，对。哦，技术的薪水会加真济，像阮公司可能有考过即个技术，差不多一个月可能会使加2-3万一个月啊。所以以后若是想要去即种顾问公司，建议会当先加技术先考起来，入面会当加真济薪水。啊，还佫有就是我听到的人，就是。像迄种真头前诶学校诶薪水，有影比别人诶差真济，对。啊，这就是我即2个月生活一寡感想。啊，若大家有啥物其他诶问题，会使佫甲我问。好。OK， 感谢阿英诶分享，安尼煞来差不多佫有3分钟诶时间，会让大家来问伊问题。大家若有问题，会当请你举手甲阿姨问关于着伊的叶落的事实，大家讲有啥物问题，想要问？土木技术爱先考出来，对你的前途真有帮忙。我本身就是。对。啊，是啊，前辈你好。其他人讲有啥物想法若是有啥物感想、问题，拢会可以会当举手甲问。好，第位请讲。阿英啊，因为我头拄仔摕迄水像迄流迄地下水深度，流啊好诶。啊，就是你迄水槽，我看你是甲迄个水槽一束啊甲放伫迄个坑内底有。你要哪知影讲你较着水？啊。即个水槽其实头前有一个，迄号做啥？侦测器、探测器、探头，就是没有探头，就是你因为伊动动，你若甲伊放落，伊若拄着水的时阵，伊会哔哔哔哔哔哔，你就知影讲伊即个坑有偌深，即个地下水位有偌深，安尼。其实足简单诶啦。迄地下水都会偏向啥物款诶味，敢要形容？我就感觉讲，迄就是臭臭，啊，毋过嘛毋是鱼仔迄种臭臭，就是我嘛毋知要安怎讲。啊，因为我有另外一种，就是扭线，就是迄个探头是有。迄号做自计式诶，就是伊本来就是一直放伫内底，我有一条线爱放30公尺落，伊逐工
对，差不多过15分钟就会记一笔数字安尼。哦。啊，阮去的时阵，就爱甲迄条线啊扭出来，啊，你的手就会摸着迄条线的臭味，啊，迄手就是足臭的，啊，迄足臭的哦。毋过你用地箍是洗袂起来哦，你爱洗2-3摆还洗袂起来。我规工拢伫遐咧闻臭味，我感觉足恐怖的。迄臭味会调安尼调伫伊枕头啊。调的哦。调死。臭摸摸。哦，我隔着音我都闻着迄袂出迄味呢，迄臭味。OK。有感恩权威。啊，敢有其他人有啥物问题？即嘛剩最后一个问题名额。大家若有啥物其他的想法啊，还是问题啊、感想啊，拢会当留伫咱的白板的所在，互咱今日的讲者、分享者会当看吼。啊，你若有啥物听着特别的台语词，会当记伫迄个强编的 Word 吼。最后阿英有啥物补充的？好，我来补充一点好啊，就是恁若是有朋友啊，想要来读土木的啊，我感觉最近土木的真少人啊，嘛感觉就是迄个趋势是袂歹的，有咧升悬的。我感觉最近土木是愈来愈好的一个工课，所以你若是听着恁的朋友讲要去读土木，毋好甲伊讲哈，你要去读这哦，看着咧查某的讲要去读土木的。莫甲伊讲哈，你查某会读册毋好啦。就是我感觉最近我伫大学4年啊，我感受到的就是土木是真正其实是一个足好的科系，嘛是一个足有出头的足有就是头路足侪种的一个科系，安尼，所以欢迎大家会当加入啊。还有就是，你若是讲真惊要走外口的，你会使来我这种顾问公司上班，因为其实我今仔日放真侪去外口的相片，啊，毋过遮差不多就是我去遐2个月嘛，差不多干那有无到10天是出去外口的，其他拢是坐伫办公室的，所以毋免惊，就是来这个头路，就是来土木毋免惊，安尼。好，安尼感谢阿感谢阿星。有人咧问讲土木系迄个查甫的比例啥款？土木系阮即届100个内底有20个查某的，啊后来可能休学啊是啥物啊，差不多剩80个内底，差不多20个查某的，就是差不多4:1还是3:1安尼。袂真少啦，免烦恼。恁迄个吼，查某学生吼，搁较阮迄个系济咧，足厉害。阮第去过迄，查某学生敢若无够10个哦，无够10个，足少人。对啊，袂少。好 ，OK，先感谢阿英的分享。